香港、澳門嘅朋友望過嚟啊，十字門、中海、環宇天下，全部都係現樓嚟嘅。之前4-5萬一平啊，依家低至2萬8起。全屋呢都係精裝交付，呢個飛利浦嘅指紋密碼4合1大門都係標配嚟嘅。呢排入門個櫃全部都做好埋啊！廚房嘅 LDKG 一體化，過嚟呢就係6人嘅飯台，後面個冰箱預留位都係做好晒入晒櫃噶啦。呢個3.6米開間嘅大客廳，電視嘅背景牆都係有嘅，全屋嘅中央冷氣啊！呢個係朝南嘅單位，高層呢係望海嘅，6.3米長嘅大露台啊！今日睇呢個單位呢係114平方，可以做到係4房2衛啊！嗱，我哋睇到呢間房呢係可以完全打通嘅。作為宏廳設計啊，公區嘅衛生間呢係帶埋明窗嘅。呢間房呢係做咗個榻榻米嘅設計啊。睇翻另外一間房啊，做埋櫃呢，空間同樣都係非常之闊落啊。嚟睇翻我哋嘅主人房啊，係帶套廁嘅，同樣都係朝南望海景啊。如果大家對呢個單位有興趣嘅呢，歡迎評論區留言啦。